今集介紹仔的靚盤，單位約1100尺，2房2廁雙露台。呢個單位係可以改到3房的，非常實用。客房方正，大細適中，重點自帶露台，非常舒服。特字型客飯廳，有需要可以喺左邊改多一間房。明窗廚房 ，very good。廳外露台開揚無遮擋，遠處仲有海景同橋景。明廁，此單位主人房超大，而且非常多窗，超級光猛。呢個單位對比同區性價比最高，總價只係400幾個，快聯繫小編約睇啦！多多關注我哋澳門理想家，會持續拍多啲靚嘢俾大家，謝謝支持。